同学、大一官，啊，搁有总统，大家好。这是其他的大四的女士讲，今仔日我要进行的演讲是说好听的演讲，啊，要说服大家安怎呢？我要说服大家莫去看演唱会。演唱会。哦，演唱会。哦 ，OK。是这样。好，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去看演唱会目的是啥？演唱会吗？野手，啊，无商品啊。好，下一个。对啊？对。啊，跨瓜仔，对，跨瓜仔，啊，搁有吗？所以，对，你。你有听到的，我无听完听的，拢对，OK。啊，你看完拢对，那我整理有87%啦。你想要嗨啊？你要去看你爱歌星嘛？还是你讲现场就是无共，还是你钱无得解？但是有这个问题在找我，我会使帮你解决。这是我考察的准备。OK， 所以我特别甲大家讲呢，演唱会有啥物问题？是安怎？我要说服大家莫去听演唱会。第一个问题就是贵，而且佫看袂清楚。这是2017年我上喜欢的歌手周杰伦，台语叫做周杰伦，台北世亮人开演唱会，这是票价上贵啊，偌济钱？5800是啥物概念呢？若是你有2张票，你就会使买一条8000块的线，转去恁兜练台语啊。你讲有较俗的800块，对，800块出俗无对，但是你坐伫遮，你啥物内拢看无啦。像是就这类，像是 dancer， 你应该拢分辨清楚啦。这就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就是演唱会有出现干扰。我想讲，我用讲的，恁可能无法度感受迄个干扰，所以我就开一个时间表演者。就秀。这条是就这类一条歌，你应该都会唱啦。就叫我。其实有出一个干扰，因为一个歌手会讲3句话，第一句话就是会唱的做伙唱，这句话讲了，大家就开始唱嘛，你就无法度专心听，就是咧唱歌对无？而且咧伫咧现场，佫有出一个铁粉，台语叫做铁粉。铁粉有啥物特质咧？铁粉特质就是咧，所有歌伊拢会晓唱。而且呢，歌词过甲比就一个更加好。若是有一个铁粉坐伫你隔壁，伊就会唱规条，你就无法度专心听，就一个唱歌。好，一个歌手的第二句话讲啥？唱这我。讲这句了，大家就拄则有试看过嘛。伫咧顶台的时阵，就会影响到你的视线。若是更较严重的，就是我隔壁铁粉小耳朵。
动手紧，啊，就会拍着我，对无？即个无法度专心听就一个唱歌。好，歌手的第三句话讲啥？真正是最无得得的一句话，叫做“外面唱”，只要是无得着，咱开钱就是要听就一个唱歌嘛。是啊，咱开5000倍，啊，搁爱唱就一个人听就。这个是因为真正是心最差啦，对无？所以，再来就要讲较正经的问题，正经，安全的问题。你拢知嘛？演唱会有主持人，尤其是主持人的演唱会一定有主持人，对无？若是地动，若是火烧厝的时阵，恁就有可能走袂离啊。你无去互小事，有可能去互人大事，对无？像即种就袂烦恼啦。这我嘛唔知影是啥，但是无人不掉。搁有一个问题是今年毋是这，是这啊，对。搁有一个问题就是恁看演唱会的时阵有可能歌手穿较少，你就会伤激动，然后你就唱完了有可能就昏去，无就心脏袂死去。这是伫咧1992年Michael Jackson 有一场演唱会，有500大个人昏去，而且有23个人死去，真正是足恐怖。迄是迄天的迄种相片，你会使看，真正是足激动。搁有一个问题就是防疫的问题，因为今年是武汉肺炎嘛，对无？你想看卖，遐尼侪人伫咧台北、西南面内底。COVID-19来传过来传过去，大家拢中奖，是毋是无好？搁有一个安全的问题，我是无啥，就是咧，若是我开5000倍去买就一个票，互韩漫知影，韩漫你会讲，你开5000倍去买就一个票，若是票阿姆知影，伊会互你讲死啦。最后一个问题就是，你听演唱会你的歌单无法度选到，就是就算你要唱啥，你就唱啥。所以咧，你爱听的歌伊可能袂唱，但是你无爱听的歌伊一直唱。就像这过月食个双节棍，这2条歌实在是我感觉最歹听的歌，但是每家演唱会伊拢会晓唱。但是咧，就算咧有一条歌我最喜欢，叫做《火车倒位去》，这条歌伊拢无唱过。在座有人听过吗？嘛拢无。我想讲应该是就一个家己拢袂记住伊有一条歌啊。但是我会记住，我搁剩过一张。再来我就唱一段就好。为啥物要笑呢？就是讲咧，这条歌的歌词我真正是感觉写甲足好啦。而且是就一个唯一一条台语歌。